與現身力撐，一定要同大家一齊睇《李算》第102集嘅大結局，仲同你大談李算嘅拍攝花絮。我好希望可以同佢一齊合唱一首歌添。收視率咧更加係冬季戀歌啦，同埋大長今嘅2倍有多。李算最後2個半小時大結局，星期6晚8點半，黃金時段全新意念，王牌旗艦節目。脆皮菠蘿包、超薄皮腸粉、16寸葱油大餅、24寸無敵大披薩，一齊炒蟹、煮粥、食宵夜，你係停唔到口。下星期1至5晚8點開飯，香港有飯開，辛苦揾嚟自在食，香港有飯開。我係何守信。如果想游泳輕鬆又安全，就千祈唔好帶太多小朋友，否則就難以照顧。帶小朋友去游泳，小心照顧佢哋係最重要。安全暢泳樂逍遙，照顧兒童最重要。8月15新陣勢 ，ATV 傾力營造新聞視像一集通夜間新聞，深入關注社會各個階層，實地走訪世界大事現場。全新時段提前播出夜間新聞，周1至周5晚10點直播節目，人人關注，資訊時事一樣精彩。周1至周5晚10點45分 ，ATV 焦點聚焦即日頭條新聞。11點把酒當歌，精英警戒，高談時政最暢快。飲杯先，飲杯。8月15亞洲新聞世界新，10點新聞天下事提早知。各位歐洲央行連續